今日教大家做一個好開胃、大人細路都啱食嘅咖喱青花魚。食材會用到青花魚、洋蔥、番茄同埋咖喱醬。首先我哋將切好嘅青花魚用廚房紙吸乾表面水分，然後用黑胡椒、鹽同埋料酒醃製15分鐘。醃魚嘅同時，我哋將蔬菜處理一下。洋蔥切絲，用白洋蔥其實都得嘅，但係越紫洋蔥會比白洋蔥有更加多嘅花青素。番茄切塊就得噶啦，皮盡量保留，因為佢嘅抗氧化成分比果肉更加高。跟住平底鑊加入適量嘅牛油果油，加入洋蔥絲，將洋蔥炒到焦糖化，直至將洋蔥炒軟，炒至焦褐色。用剩低嘅油煎青花魚，用中大火煎到兩面金黃，然後放喺一邊備用。同一個鑊，中大火將番茄炒到出汁，顏色變濃郁。炒嘅過程，如果番茄嘅水分太少，可以適量加水，將番茄煮爛。將啱啱嘅洋蔥放返落去平底鑊入邊，加入適量嘅水、咖喱醬、糖調味，攪拌均勻，跟住煮沸。放入啱啱煎好嘅魚塊，中火燜10分鐘。最後如果覺得湯汁太多，就大火收汁。上台之後再灑少少嘅研磨黑胡椒就完成㗎喇。最後祝大家好胃口，我哋下期見。